作者千 DJX。故事夢幻島千版 0.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24集。關於分身，已經用了換身體和改容貌的醫學技術，經過本人親身感受本人身份在神等級制考試對本人的身體和精神影響出現嚴重問題，所以過經創造神界宇宙皇族一致決定分身，或無論是分身換身體或更容貌，是不能進行神學等級制升級考試，因為你們分身的分身神數是連接種主身的，會傷害到種主身的神數和身體健康。你們分身想考神學等級制考試是需要轉世投胎的，因為你們分身輪迴投胎，真正屬於你們的身單一世。對於投胎輪迴，身單一世的新個體身體是不會影響前世種主身的神數或身體。暫時宇宙創造神界還沒有技術分身可以脫離種主身的神數技術，就算有這種技術，對於宇宙運行規則絕不批准使用，會影響神數和神數基因問題。日後分身用醫學技術脫離種主身的管轄神數，你們分身和你們的妻子生出來的子女基因會出現神數變化，或變成智障痴呆的兒童，因為這是破壞宇宙運行法則規律。所以分身用醫學脫離種主身的神數給嚴重懲罰的後果。這用心良苦，希望所有宇宙各分身注意的問題。當然投胎轉世的分身就不會出現神數出現變壞問題。關於換身和換容貌是可單一種主身，是不用結合種主身，但分身的神數還是連接種主身，所以神學等級制所有分身是不能考試，會影響種主身，除非轉世投胎就不會出現這問題。故事就完後續。